家好，营养舒缓客家心思，向下来关心客家的事。啊，你看到没？我已经在吞口水了，因为呢，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客家传统美食最有特色的糍粑，你看到没？为什么这么开心呢？一方面，当然你懂好色啦，软软 QQ， 然后再加上了反挑粉。哦，是呀，你记得几个很满眼的。另一方面呢，是因为平常啊，只有在重要的庆典，然后设得到，因为做嘢，都冇简单哦，尤其是头摆跟年哦，啊，规个下个年扣下来天数哦，又要冲，又要磨，又要揉，还要加热，啊，真的忍不住了。还是啊，我们请阿 King 姑带大家去看一下头摆跟年用版做嘅糍粑，来先开始设啦哈，开始。大家好，我是刘信庆，谢谢台世界香港的陈独挑阿庆埔，当陈当杯撩人没声音，今老咧没声音，唔来咧台世界香港的锣鼓独阿庆埔。真好講古，叫咩都講埋古咯。其實你也冇埋古，你也未少啊。當普遍的東西，我諗嘛，啊啲客家人好識糍粑呢，大糍粑。哦，呢張圖人發大糍粑係樣嘢啦嚇，大家合力種糍粑，種秋三次變日下，分上時情全部有機，適合都講客家讚。呢啲東西啊，客家人先好識糍粑。糍粑有兩種，一種啊是講用啲模式是愛出來拌出來，是脆熟來，按照脆絲，個脆絲是脆脆啊。嗰啲糍粑好容易按照麻糍，佢應用版講下唔曉得啦。呢客家人的特色啦，咁樣脆絲是普通啊是甜解哈，即是用溫熱湯水是摻薑麻摻辣哈，是煮到你嘅烏湯是煮到個淋落去，前頭是咯個脆，唔係飲牙齒按照脆絲，還一種普遍客家人食嚟。按照糍粑，個糍粑是唔是愛哦，冇重要。其實用糯米啊去浸要3-4點鐘久哦，是脆，用脆哦，煮咗唔得啦，用嘅是脆蒸籠是脆好嘅時節啦，一來你中秋哦，客家人屋家全部要中秋。普通種米用就大糍粑，糯米啊，脆到熟嘅時節啦，一粒噃，你是哪裡中秋地多，但是都能種，幾種一下，種3下，嘣，啊就將你扁，個糍粑扁，個溫個水啊，小溫水。我是咩飲着加，料還是扁還是搭還是，還有樣咚，三叉種一邊個肉扁一下，種好嘅時，個裝嘅東西啊，胡蘿蔔了，個油香全部做定啦哈，炸哦，有乜炸呢？樣是燒香，樣濕。早準備個飲燒啊，拿到會炸糍粑嘅呢，燒就炸燒年啊是炸太炸個表啊，該粉了當到提的粉啊，你行落嚟些是該喪屍也係半屋全部是糍粑啦，哦，下豆腐全也是糍粑。你炸糍粑剪開來，粉提的粉呢是兩半香呢。糍粑非常的要緊，先冇睇食噶。大
大家合力冲起吧，冲就3次，翻一下，婚丧喜庆都有它，是哈春共哈嘎赞。这几句话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年呢，全家大小团结在一起，为了要做出好这个起吧。不过说到团结的精神，让我想起一件事情，一位热爱哈嘎的外国牧师带领着其他许多的哈嘎子弟，花了20几年的功夫，将圣经翻译成客语圣经。这一个呢，圣经团队的工作非常的艰辛，因为呢，他们要打破语言上的障碍，同时又要能够把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个字句呢，都翻译得非常的恰当。现在做的用几嘎跟一眼来读圣经咯。好，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那但是呢，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请大家看一看。在两只装潢简单的教室地杯，一群人坐向下。21年挨一季嘅热烈討論，本人感覺到奇怪嘅係，當中還有一位長胡子嘅外國人，到底佢哋了啲嘅無限乜嘅？行入嚟一看，作項表明了各種不同語言、不同版本嘅詞典老聖經。原來佢哋了係行義聖經翻譯團隊。這個無限定將聖經翻譯成客家話。你講嘅哪老師？他是的意思，用國語學一起是的意思。對，也是。應該是哪老師？經過大家一遍又一遍嘅討論確定之後，來自加拿大嘅貓油托將校對老討論之後嘅結果送入天路，並且老原文對照之後，做成最後嘅修正。有一群慢慢講完嘅翻譯團隊，意思一致嘅將聖經翻譯成客家人最得朗朗上口嘅客家聖經。早在1966年起，台灣客語聖經嘅翻譯工作就已經開始，但係出版客話約翰福音之後，翻譯工作就停下來了。一直到1985年，台灣聖經公會客語聖經翻譯委員會成立之後，翻譯工作將要重新展開。經過20多年嘅努力，完整嘅新舊約全書《客語聖經》現在台灣客語譯本，終於在2011年同大家見面。呢本客語聖經係以苗栗史彥強為主，採用客語漢字和羅馬拼音對照。唔但本客家鄉親最利用客家話來讀上帝嘅話，在文化老語言嘅保存上，那相當有價值。我們都知道客語是台灣主要的語言之一。這本聖經問世能夠幫助我們台灣這一塊土地上面客語的同胞們他們在使用這本聖經的時候能夠一方面延續很悠久的這客語傳統，另一方面也會記得媽媽跟他們說的這個親切的語言，當然更重要的是從母語來了解上帝的話語。客語聖經嘅翻譯工作係一件繁瑣艱巨嘅任務，在翻譯嘅過程當中，所有嘅初稿必須經過分組嘅討論，然後審稿，將做一個確認。佢哋都要用客語、華語、英語、河洛話來討論，事事斟酌，為嘅係讓翻譯做得中意聖經原文嘅意思，要做得本土者用客家話流暢嘅譯讀。呢個翻譯團隊真冇簡單啊！前後26年呢，
哈。一方面呢，我哋會請老人家將呢個了德田種落，公寮村種落，佢從82歲92歲哈。所以佢對於客家行業嘅講法都當到個風俗習慣嘛，會請幫助嚟嘅。還有呢，我注意看那個詞典啦，行業詞典，最早嘅是宣教師，英國宣教師佢都體育上用那個每人嘅條詩人嘅位嘅嗬，客家嘅人語同行業嘅，嗰種嘅對照，嗰種嘅詞典，盡量都係要嘅，我哋喺放心中，一路慢慢要佢做出嚟。喺度台灣有中年詞典啊，你要台灣行業嘅詞典要出來，要遷到現代嘅用法。原則上講，聖經係嗰種嘅詞典係有嘅嗬，係就盡量是用嘅啦。行業聖經翻譯係團隊合作嘅成果，由牧師老長老所組成嘅翻譯委員，來自四面八方。而來自加拿大嘅馬玉濤，因為受到馬傑博士來台宣教嘅激勵，1983年，馬玉濤突然佢嘅本娘老先人呢嚟到咧台灣嘅客家莊。所以嗰時節兩社帶領自己一世態嘅社會嚇，來到台灣慢慢來學習客家話，帶苗栗公幹。有許多苗栗公幹教會、長老教會、信徒牧師、後山有牧師、老長執信徒，他嘅親他嘅分享哈，所以我哋禮拜一做禮拜時節，佢哋堅固啲我哋講客家話，講唔錯，佢哋也會講我哋用辦講，特別感謝後牧師用愛心耐心，用一個羅馬式來講啊。而雖然係啲美國人，係講英文嘅人。唔曉得談客家話，唔曉得談河洛話，仲有呢，佢認真，佢嗰種認真，出到本地人呢，學習到非常好，很標準。台灣西人嘅客家話，佢唔做中間就學嘅正確嘅客家話，所以佢學習嘅精神哦，一定係好。冇想到佢學嘅以後非常精通，佢所學嘅客家話。客家人談到都感覺講冇像外國人，卻像一個本地嘅客家人啊！以客家人來講，我非常嘅失望啊！因為我頭擺我喺苗栗嘅時節，住喺和順嘅順頭啊，所以特早上可以來看到農家過來耕田，有水牛啊，生意嚟有個吹來因為狗打嘴鼓那所以大家親切，嗰時就也親歡迎我哋哈。一談我哋講客家話，大家也對我哋非常有信心嘛，堅固啲我哋喎。馬玉濤標準而流利嘅客家話，唔單是得佢在客家莊特別受到歡迎，也因此是精通希臘文、老希伯來文嘅佢，有機會參與行業聖經嘅翻譯工作。對口語還唔低很多，但是有啲原文嘅專家，馬牧師會到翻譯客家，佢點解對客家人冇呢個客家同個冇呢口語嘅專家，所以佢對專業對加拿大又特別去 Knox College 讀呢口語嘅博士哈，神學博士，所以呢佢哋翻譯嘅時節，佢當到呢個原文嘅意思講出來，幫我哋了解，所以我哋可以學習清。佢喜愛客家，自稱係加拿大嘅客家人。佢嘅聲音呢，從細在台灣客家莊成長，對客家呢有特別嘅感情。為咗幫助行業聖經嘅翻譯目看，2011年，馬玉濤聽佢嘅奶爺彼得，獨自去自行車橫越加拿大東岸到西岸，一共9000多公里。已經募得了18000元嘅加幣，呢種跨越國界嘅愛心，實在係令人感動。跟住來，拖禮拜出嘅客語聖經4篇，好冇？第一節啦，
饼中年杯，色彩有凤衣嘅面，現長長，擺明嘅現長擺明嘅苗。在我学客语的过程，因为我要不断的去记住腔调的问题，因为我本身不是客家人，所以我音会不准。可是我在听其他的会友或老师在讲客语，我会觉得哇，这语言真的很像在唱歌。然后我觉得它很美，而且我觉得它很值得被保存下来。在学习的过程，其实有一些阶段，一开始譬如说它上面有汉字，但是我们实际上它有很多新的新的字那样，所以对那个部分，我们先从发音来去了解，所以反而罗马拼音成为很重要的开始的工具。然后慢慢的才会连接到文字的部分。那因为文字确实是一个建立民族自信心的基础，当它没有文字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失落了。所以当有客语圣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特别是上帝的话当成基础，当成几乎我学习客语的全部的起点，那是很棒的。客語聖經嘅翻譯係客家莊，一直行過幾十年，從無到有嘅夢想，呢份寶貴嘅禮物，讓客家鄉親最得以親切嘅模擬閱讀上帝嘅話，更能夠幫助後生人，也係想學客家話嘅人，以漢詩老羅馬詩對照嘅方式，學習客家話嘅魅力老精神，使客家嘅文史老語言傳承下去。客語聖經現代台灣客語譯本已經出版了。對於阿公啊、阿婆、阿姊、阿哥來講啊，正經是好消息哦。因為亞下就得用自家熟悉嘅話、客話來看聖經、讀聖經，係咪係懂親切呢？唔止安樣哦，我們還要跟大家介紹的是用大家熟悉嘅客家小調來唱聖歌敬拜上帝。亞下研究請到客家聖樂團嘅朋友來唱兩首嘅曲，俾大家來聽一下咯。來到話用言咯，到話用言，言合啊言，言合啊言哪裡來到話用言？哇！剛剛大家聽到的就是客家聖樂團帶來的兩首曲子，一個是敬拜上帝有智慧，一個是恩主歸宗真喜樂。聽到安永大家熟悉的曲調，真給懂親切，而且也懂喜樂。你會想到亞種方法啊，來帶大家來唱歌的呢？我們現在就來訪問這兩首曲子的創作者，也是客家聖樂團的指揮陳建中老師、陳牧師，您好。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哎呦，你用安靜哦，用想到用給阿公阿婆讀熟悉嘅曲調，然後來教大家唱歌，怎麼會想到這個主意呢？因為我覺得我們信真神的人哈，應該是每一個民族都要有自己的讚美上帝的歌。那以前古時候呢，希伯來人他們，你看在詩篇裡面就有提到，某一些曲子是用什麼調來唱，其實那些調都是他們傳統大家都熟悉的調。對。那到了福音傳到了西方歐美，他們也是有很多曲子，我們熟悉的曲子，也都是他們民間的曲調拿來用，啊，就配上了新的詞。是。那我就想說，我們自己中國人，尤其是我們客家人哈，那
也是需要有自己的传统的调来唱诗歌来赞美神，所以我就也用了一些比较适合的曲调，来配上新的词。有的想法懂后，就是说，因为尤其是对一些长辈来讲，我不用再重新学一个好难新的曲调，因为囧 C 就冲了嘛，这歌曲是很熟的。那可是因为填上新的敬拜的词，冲了有马个贴片，然后在填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特别的思考过？对，当然是传统的调，大家一方面熟悉哈，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一听起来就觉得非常亲切。唱啊，那我在写词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个要比较客家话的写法，所以除了这个因为客家传统的诗歌大部分都是七言四句，是，除了七言四句之外呢，也不忘记就是传统的一些唱法，就是譬如说这个传统的民歌里面加了很多虚字啊、称字、称句，有的啊这些，哎呀哟，对，加进去你一听，哎呀就非常的道地的传统的味道。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陈老师他所这个设计的这个部分哦，他既不失原有传统跟客家曲调的那一种活泼亲切感，但是同时又加了新的意思，可以把我们想要敬拜上帝的话，借由熟悉的曲子唱出来。对，还有就是乐器的配置也是很有关系。对，我就是也用了很多传统的乐器，来配的话，又更感觉的亲切。对，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那敬拜上帝的曲子有这么多中国的音乐在里面呀哈！我想大家一定都迫不及待，该的唐一哈敬拜上帝有智慧，以及认祖归宗真喜乐，抢人给客家生活团的唱哦。来到啊永远哦，多啊永远，天下
巴音，天哈巴音那里来多永远。来电大家呀，哈巴音，一天爱心主啊耶稣。民主贵族就业那阴阳间，天意合一里来多啊永远哦，多啊永远。天意合一，天意合一那里来多啊永远。来电大家呀，客家人，一天愛心主啊耶穌，改變命運就一大一人間，平安喜樂來到啊永遠哦，到啊永遠，平安喜樂，平安喜樂家來到啊永遠。來電大家呀，客家人，一天愛心主啊耶穌，改變命運就一大一人間，平安喜樂來到啊永遠哦，到啊永遠，平安喜樂，平安喜樂家來到啊永遠。刚刚大家听到这两首诗歌呢，就会用客家传统的曲调来唱的，弹起来动亲切，知吗？那么所以呢，我们用这样子亲切的曲调来唱呢，这是陈建中老师独特的创意，也希望大家借由这样的一个熟悉的感觉，可以更乐在其中，朗朗上口。根本也真年懂欢喜，说到嘞，懂好色嘅客家传统美食就是糍粑。同时呢，最喜乐的就是客家圣经已经出版了，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阅读圣经，同时还可以学习自家嘅语言，就系客家，这不是很喜乐吗？也希望你一直都在喜乐的祝福当中。感谢你，根本也收看客家新诗，我们一起来关心客家嘅诗，拜拜。